大理区农会甲永良国小安排学生来体验插黄啊。经过113天，稻仔要收成的时阵，农会阁安排学生来挂稻仔，要互学生了解这个稻米粒粒该辛苦。地道内向手提黏土，囡仔阿叫挂稻破，感受做事人辛苦。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满满的去体验这个农耕的生活。农会讲推广食农教育，今年2月规划做花插黄的活动，互永良国小的囡仔来到种田，等113天才会稻破9分大到栽，特别互囡仔体验用手来挂这稻破，让他们体验一下整个稻米饭的产生的一个过程，让他们知道能够在吃一粒米真的不容易，让他们能够感恩我们的农民，感恩我们的老天爷。这收成挂落来之后，农会加工做成品，囡仔有机会体会这摆活动，也会了解1粒米8粒半稻米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